讲到去互这零母苦毒甲死的开呢，引起着社会议论。立法院在今仔三读通过刑法第272条之一和第286条的修正案，明定这无到7岁囡仔若准互苦毒到死呢，这个嫌犯伊的罪行会当加重到死刑。 对啊，我到这不行啊！你怎样？你为什么动手飞了？我哪有动手啊？我哪有动手啊？为什么人先来报调安怎坑立法院开会进程条，立法院起卡动手？立法院18审查被看做开案条款的刑法修正案，正定第272条之一，对违反7岁者犯杀人罪，加重其刑2/1。那加上违反7岁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，也修订第286条，应对违反7岁者第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那被联手表决之下，用释出优势三读通过。条文修正通过。开，你可以安心的睡了。针对杀害未满7岁的婴幼儿，要有他独立沉醉的保护必要。因为当婴儿被施虐，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讲话，虐杀婴幼儿罪该万死。这样的恶行，如果你只是用现在的目前的法律所谓的伤害致死来看待，那我们就成为沉默的共犯。 我们不是要惩罚父母，我也不是要制造寒蝉效应，我们要吓阻那些已经没有人性，甚至用他的情绪，用这个手法来发泄他情绪的恶人。民进党团认同听话虐待囡仔暗国明免罪修法，虐杀儿童处以极刑，没有一个政党反对。我本来讲说儿少法本来就加重其刑1/2，你们就一定要讲说7岁以下。我当初就跟你们讲说，如果发生8岁了，你怎么办？零容忍不是死刑哎。 酒驾我们也讲零容忍呢，性骚扰我们也讲零容忍呢，经济犯罪治安我们也讲零容忍呢。那国民党有多少人要2次死刑了？你们自己讲。在刑法286条制度规定当中，民进党伫会议区议行因为持赞成票引起关注，伊声明是操作失误造成误解，佮强调对囡仔保护应该实行制度改革，进行面对极强的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